各位朋友，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严肃的健康议题。在台湾，平均每6分钟就有1个人中风，你没听错，就是6分钟。当你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可能就有好几个人正在面临中风的危机。中风在台湾是10大死因的第2位，每年有超过3万人因为中风而失去生命，更多人则是失去了行动能力。中风之后，有些人半身不遂，有些人说话困难，有些人从此需要家人照顾，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。治疗中风的费用非常高昂，一次住院可能就要花费数10万元，后续的复健更是一笔长期的开销。但金钱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你失去了自由。想想看，原本可以自己走路、自己吃饭、自己上厕所，突然间什么都需要别人帮忙，这种感觉有多么难受。如果你已经超过50岁，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，你今天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决定你未来能不能保有自由。你选择吃什么，你选择动还是不动，你选择几点睡觉，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，其实都在影响你的脑血管健康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很多人都是在清晨时兼中风。为什么？因为清晨是血压波动最大的时候，血管最容易出问题。这个关键时间点，我们在后面的 bonus 部分会详细说明。现在，请你认真问自己一个问题：你想要健康自由的活到老，还是躺在病床上让家人照顾？答案很明显，对不对？那就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看完。如果你中途离开，你可能会错过一个简单的习惯，这个习惯正在帮助成千上万名50岁以上的台湾人降低40到60%的中风风险。不要让自己后悔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接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追这一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去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我知道刚才讲的这些数据让人感到害怕，但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根据医学研究，80%的中风其实是可以预防的。你没有听错，就是80%。这表示大部分的中风都是可以透过正确的生活习惯来避免的。今天我要教你5个运动，这5个运动都非常简单，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器材，也不需要去健身房。你可以在家里做，可以在社区公园做，像是228公园、大安森林公园，甚至在你家楼下的空地就可以做。这些运动经过科学证实，能够有效改善你的血管健康，降低血压，增加脑部血液循环。而且我还会告诉你一个 bonus 秘诀，这是很多台湾医师不会特别强调的，关于什么时间运动最有效。在这5个运动当中，有一个动作看起来非常慢，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慢动作没什么用，但其实这个运动对你的大脑和血管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它能够改善你的血液循环，降低你的压力、荷尔蒙，甚至能够增加你大脑的可塑性。这个运动到底是什么？先卖个关子，我们马上就会讲到，请你一定要继续看下去，因为每一个运动都有它独特的功效，而且都是你做得到的。第一个运动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慢动作，运动太极拳。很多人觉得太极拳只是老人家在公园里消磨时间的活动，动作这么慢，怎么可能对健康有帮助？但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太极拳保护大脑的速度比你想象的快得多。每天早上，你去台湾的任何一个公园，像是大安森林公园、中正纪念堂，或是你家附近的社区公园，你都会看到很多中老年人在打太极拳。他们为什么坚持每天做？因为他们真的感受到效果。从科学角度来看，太极拳有几个重要的功效。第一，它能增加流向大脑的血液量。
当你做那些缓慢流畅的动作时，你的心跳会变得稳定，血液会更有效率地流到你的大脑。第二，太极拳能够降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。现代人压力大，皮质醇长期过高会伤害血管，而太极拳能帮你自然地降低这个荷尔蒙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太极拳能增加神经可塑性。什么是神经可塑性？简单说，就是你的大脑能够重新建立连接、修复受损的能力。这对预防中风以及中风后的复原都非常重要。此外，太极拳还能改善你的平衡感，减少跌倒的风险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张国民先生62岁，住在新北市。他在2年前体检时发现自己有高血压前期，医师建议他要开始运动，但张先生膝盖不好，不能跑步，也不适合太激烈的运动。后来他的太太鼓励他去公园跟着一群长辈学太极拳。一开始张先生觉得动作太慢太简单，没什么感觉，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早上练习半小时。4个月后，他回诊时发现血压降下来了，而且变得稳定。更让他惊讶的是，他晚上睡得更深更沉，白天精神也变好了。如果你想开始练太极拳，我建议你从3个基本动作开始。第一个是云手，双手像拨云一样左右移动。第二个是单边，一手推出，一手回拉。第三个是搂膝拗步，像是轻轻拨开膝盖一样向前踏步。记住，太极拳不需要你做得很厉害，只需要你做得慢，做得稳，呼吸配合好就可以了。慢就是快，稳就是力量。第二个运动是很多人忽略的，饭后快走。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事实，饭后走10分钟，对预防中风的效果比很多药物还要好。这不是夸张，这是有科学根据的。当你吃完饭后，你的血糖会快速上升。如果你马上坐下或躺下，这些血糖会在血液里停留很长时间，慢慢伤害你的血管内壁。久而久之，你的动脉就会变硬变窄，这就是所谓的动脉硬化。动脉硬化是中风的最大风险因子之一。但如果你饭后走一走，哪怕只是10分钟，你的肌肉就会开始使用这些血糖当作能量，血糖降下来，血管就不会受到伤害。研究显示，饭后走路能够降低30%的餐后血糖高峰。不只是血糖，饭后走路还能改善血液流向大脑的海马回区域。海马回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地方，血液循环好，你的记忆力也会变好，失智的风险也会降低。在台湾，饭后走路其实非常方便，你可以绕着你家的社区走一圈，或者从家里走到全家便利商店再走回来。如果你住在大楼，也可以在楼下的中庭绕圈圈。重点不是走多远，而是要动起来。让我分享李秀珍女士的故事。李女士今年58岁，住在高雄。她以前每次吃完午餐就觉得头晕，想睡觉，整个下午都没有精神。有一次她去看医师，医师建议她饭后不要马上坐下，试着走一走。李女士开始实行这个建议，每天中午吃完饭，她就到公司附近的公园走10分钟。一开始她觉得很麻烦，但2个星期后，她发现午餐后头晕的状况明显改善了，下午也不会那么想睡。3个月后，她去体检，医师告诉她血糖和血压都改善了。根据研究，像李女士这样每天饭后走路的人，中风风险可以降低27%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，而且完全不用花钱，不用吃药。如果你想开始饭后走路，我给你自己个建议。第一，速度要适中，大约每分钟90到110步，不要走太慢，像散步那样是不够的，但也不要走太快，不要气喘吁吁。第二，步伐不要太大，
自然就好。第三，保持呼吸平稳，不要憋气，10分钟，就只是10分钟。你愿意为了你的健康投资这10分钟吗？第三个运动是游泳，或者如果你不会游泳，可以选择在水中走路。游泳对心脏的好处跟跑步一样好，但它不会伤害你的关节，这对50岁以上的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人的膝盖、脚踝已经开始退化，不适合做太多冲击性的运动。在台湾，社区游泳池非常普遍，很多国民运动中心、社区活动中心都有温水游泳池，收费也不贵。你可以在网络上查一下你家附近有哪些游泳池，很多都有开放给银发族使用的时段。从医学角度来看，游泳有几个重要的好处。第一，它能增强左心室的功能。左心室是负责把血液打到全身的主要力量，左心室强壮，你的血液循环就好。第二，游泳能降低血压，水的压力会帮助你的血管收缩和放松，这种自然的训练能让血管变得更健康。第三，游泳能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。什么是副交感神经？简单说，就是让你放松、休息、修复的神经系统。现代人长期处在压力状态，交感神经太活跃，而游泳能帮你找回平衡。第四，游泳能增加血管的弹性，血管有弹性就不容易破裂，中风风险自然降低。如果你不会游泳，或者游泳对你来说太累，那我建议你试试水中行走，在水中走路，水的阻力会让你的肌肉更用力，但同时水的浮力又保护了你的关节。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关节不好的人的运动。萧天豪先生64岁，住在台中。他以前是一个爱运动的人，但5年前膝盖开始疼痛，医师说他有退化性关节炎，建议他不要再跑步或爬山。萧先生很沮丧，觉得自己老了，不能动了。后来他的女儿带他去社区的游泳池，建议他试试在水中走路。一开始萧先生半信半疑，但他还是去试了。第一次在水中走路，他发现膝盖完全不痛，而且走完之后全身很舒畅。从那天开始，萧先生每天去游泳池走20分钟。3个月后，他的膝盖疼痛减轻了，血压也从原本的145降到128。如果你想试试水中行走，我给你一些建议：水深最好到你的腰部或髋部，不要太深，也不要太浅。每次走15到20分钟就够了。走路时配合深呼吸，吸气吐气要慢而深。第4个运动是轻阻力训练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又不是年轻人，为什么要做重量训练？但我要告诉你，就算你不做有氧运动，1个星期只做2次阻力训练，就能降低中风风险。阻力训练能改善你身体处理胰岛素的能力。胰岛素是控制血糖的荷尔蒙，如果你的身体对胰岛素反应不好，血糖就会一直高，血管就会受损。阻力训练能让你的肌肉变得更敏感，更有效率地使用血糖。第二，阻力训练能减少血管发炎。发炎是很多慢性病的根源，包括动脉硬化。当你的肌肉在用力时，它会释放一些抗发炎的物质，保护你的血管。第三，阻力训练能减少内脏脂肪。内脏脂肪是最危险的脂肪，它会释放很多有害物质，增加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。阻力训练能有效地燃烧这些深层脂肪。重点是，你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也不需要买昂贵的器材，在家里用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做。比如说，你可以用弹力带装满水的600毫升保特瓶，或者家里的椅子。冯爱轩女士55岁，住在桃园，她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平常很少运动。2年前体检时发现内脏脂肪偏高，医师警告她要小心代谢症候群。但冯女士不想去健身房，觉得那里都是年轻人，她去了会不好意思。
后来他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居家运动的影片，决定试试看。他选了3个简单的动作：椅子深蹲、靠墙、伏地挺身，还有用保特瓶做的轻度硬举。每个动作做15下，每星期做3次。12个星期后，冯女士再去体检，医师告诉她内脏脂肪减少了12%，而且肌肉量增加了。她自己也感觉到体力变好了，爬楼梯不会那么喘，提东西也比较轻松。现在我来教你这3个简单的动作。第一个是椅子深蹲，站在椅子前面慢慢坐下，屁股快碰到椅子时再站起来，不要真的坐下去。这个动作能训练你的大腿和臀部肌肉。第二个是靠墙伏地挺身，面对墙壁，双手撑在墙上，身体慢慢靠近墙壁，再推出去。这个比在地上做伏地挺身简单，但同样能训练手臂和胸部肌肉。第3个是保特瓶硬举，双手各拿1瓶600毫升的水，腰微微弯下再站直。这个动作能训练你的背部和核心肌群。第5个运动也是最有趣的一个，跳舞。我要告诉你，跳舞是所有运动里面最快乐的，但也是保护大脑效果最强的运动之一。很多人没想到，对不对？跳舞能启动一种叫做 BDNF 的物质。BDNF 的全名是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，它就像是大脑的肥料，能帮助脑细胞生长和修复。当你的大脑有足够的 BDNF， 你的记忆力会变好，学习能力会增强，而且大脑比较不容易退化。除了 BDNF， 跳舞还能改善你的平衡感和反应速度。你知道吗？很多老人家中风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跌倒。如果你平常有跳舞的习惯，你的平衡感会比较好，跌倒的风险就会降低。跳舞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它能减轻压力，让你心情愉快。当你随着音乐摆动身体时，你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和血清素，这2种荷尔蒙会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。压力少了，血压自然就降下来。在台湾，很多公园在傍晚时分都有人在跳舞。你去228公园、大安森林公园，或是你家附近的社区公园看看，常常会看到一群长辈跟着音乐跳舞，有的跳土风舞，有的跳国标舞，有的就是自由舞动。他们跳的很多都是台湾80、90年代的老歌，熟悉的旋律让人感到温暖和怀念。现在让我跟你分享一个很感动的故事。陈永发先生70岁，住在台南。3年前他发生了一次 TIA， 就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，算是小中风的警讯。医师告诉他，如果不改变生活习惯，很可能会发生真正的中风。陈先生很害怕，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的太太建议他们一起去公园跳舞。一开始陈先生觉得很害羞，觉得自己是男生跳舞很奇怪，但太太鼓励他说，这是为了健康，有什么好害羞的。从那天开始，陈先生和太太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去公园跳15分钟的舞。他们有学什么复杂的舞步，就是跟着音乐自由摆动。慢慢的，陈先生发现自己的身体变灵活了，心情也变开朗了。1年后回诊，医师说他的血管状况稳定，而且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太多了。如果你想开始跳舞，记住这几点。第一，你不需要跳得很好，没有人在评分。第二，选你喜欢的音乐，让你听了会想动的音乐。第三，最重要的是要持续和开心，只要你愿意动，就有效果。现在我要告诉你那个 bonus 秘诀，就是运动的黄金时间。如果你能在早上7点到10点之间运动，你的血压会稳定一整天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早晨是人体皮质醇自然上升的时间，皮质醇是一种压力荷尔蒙，它会让你的血压升高。如果你早上不动，
皮质醇就会一直维持在高点。但如果你在这个时间运动，你可以帮助身体更快的代谢掉多余的皮质醇，血压就会比较稳定。早晨运动还能稳定你一整天的血糖。当你早上活动身体，你的肌肉会变得更敏感，整天都能更有效率地使用血糖。这对预防糖尿病和血管疾病非常重要。第三个好处是，早晨运动能启动你一整天的血液循环，就像启动引擎一样。你的心脏和血管在早晨被启动之后，整天的循环都会比较顺畅。台湾人有早起的习惯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你只要提早10分钟起床，就能做一套简单的早晨运动，比如说3分钟伸展，4分钟快走，慢走交替，3分钟深呼吸，就这样10分钟，你就能得到一整天的保护。早晨的投资换来一整天的健康，你愿意试试看吗？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讲了5个运动，加上1个 bonus 秘诀。现在我想跟你聊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。很多人最害怕的不是中风本身，而是中风之后变成家人的负担。想象一下，你突然不能走路，不能说话，不能自己上厕所，你的孩子要放下工作来照顾你，你的配偶要日夜操劳，这种感觉比死还难受。保持健康，不只是为了你自己，更是为了你爱的人。当你能够自己照顾自己，你就保有了尊严，也保有了自由。你可以继续过你想要的生活，可以出去旅行，可以含饴弄孙，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。今天我教你的这5个运动：太极拳、饭后快走、游泳或水中行走、轻阻力训练，还有跳舞，每一个都很简单，都是你做得到的。你不需要全部都做，你只要选一个，从这个星期开始坚持下去就可以了。也许你会选太极拳，因为你家附近公园就有人在教。也许你会选饭后走路，因为最方便。也许你会选跳舞，因为最快乐。不管你选哪一个，只要开始，就是成功的第一步。记住我说的早晨黄金时段，如果可以，尽量在早上7点到10点运动，效果会更好。你值得拥有健康、快乐、自由的晚年生活，不要等到出事了才后悔。从今天开始行动，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一个你爱的50岁以上的人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些简单但有效的方法。也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你决定从哪一个运动开始，我很期待看到你的分享。